臣冒死也要谏言。那你说吧。朝中上下都在议论说您不想维持和平状态，又想出兵北漠，是因为个人喜好征战，如此是大大的消耗国力呀，皇上。皇上，民间也都在议论，说您欲要北征，是借着出征的名义，用民脂民膏来游山玩水。皇上，朝廷与民间的回应不可不重视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浩儿，来啊 ！I'm sorry, very sorry。啊，不哭哈，妈妈回去给你喂奶奶好不好？哎呦，不哭。啊，成何体统！哦 ，sorry， 浩儿乖，不哭啊，回去妈妈给你喝奶奶。哦，不哭啊，乖。啊，不哭。皇上，乖。Sorry，I'm sorry，I'm very sorry。好了。来，对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乖。你们还有何事要说啊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吧？是啊，这说的有何不妥？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腐的规矩不放。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。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浩儿，可这脾气是乖。说，看我就去。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朕全都听懂了。北漠对我南下边疆的滋扰，并非一朝一夕，朕一直谨记于心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领土问题，寸土必争。我们与北漠早晚是要做一个了断的。即便他强拆了我们南下的一座房子，还是偷了一只羊，朕都要悉数讨回来。出征北漠，事关我朝前途命运，意义重大。朕心意已决，今日起，若再有人妄自议论北巡之事，必当严惩。出去，真严呐！乖。